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阿根廷，聊一聊米莱。从哪儿说起呢？从阿根廷的股市说起2024年，阿根廷的股市它的股指大涨172%，以美元计价一举夺得全球冠军。排在第3位的是纳斯达克指数。人家说美股涨得好美股2024年纳斯达克也只涨了29.8%，不到30%。相比这个阿根廷股指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阿根廷股指涨了172%，那叫人气死人，要货比货得扔要把这个阿根廷的股指跟那个胡适比一下，2024年胡适涨了12%，但是它这个12%，金融消费者是惨不忍睹哭爹喊娘。那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呢？也就是说，阿根廷股市之所以能走牛，核心原因是这个米莱上台以后，给阿根廷带来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米莱刚上台国内的正能量小粉小红惊呼这个阿根廷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离崩溃就差一步。大家都在看阿根廷的笑话什么阿根廷有了自己的这个什么主权货币因为他用美元了嘛，然后阿根廷又是什么器官可以随便买卖，对吧？各种说法总之都是在看阿根廷的笑话。现在你回头看看，如果把阿根廷的股指跟胡适一对比，是到底谁在看谁笑话呢？那米莱到底做了什么让资本市场如此认可，对吧？咱们一直说这个资本是最敏感，风吹草动就能让资本逃之夭夭。有一点信心，那资本它就来了，赶都赶不走，对吧？这个资本是晴雨表最近米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详细的表达了他的观点，咱们一起可以来看一看。米莱在这个采访中他大概聊了8个话题，就8个方面，他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这个值得借鉴至少是值得思考。第一个，他说经济主义；第二个是总统职位如改革；第3个是贫困；第4个是腐败；第5个是自由；第6个是马斯克；然后第8个是这个特朗普。这个媒体记者问这个米莱说：“您能否谈谈你的经济哲学及其演变过程？您将自己描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但您也是提到在实践中您更倾向于最小政府主义者，请展开谈一谈您今天的经济哲学是什么？”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无政府主义肯定显然也是不行的，对吧？如果是个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符合实际，所以米莱说他是最小政府主义者，就是把政府压缩的最小。这个米莱自己说他说严格来说他说我是一名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他说我们可以从自由主义的定义开始探讨。自由主义是基于不侵害原则，在维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上，无条件的尊重他人生活计划的理念。所有的讨论我都以这些原则为框架。他说基于这一概念，我敢说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最终会成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无政府资本主义描述了我的理想世界，即这个世界是我的理想状态，就是太理想主义。就是如果真的达到他说的这种无政府状态，那就是人可以实现高度自治不侵犯原则，你有自我约束能力，完了维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上，你得无条件就是尊重他人生活计划，只要不侵害你，人家怎么过都是别人的事情。这个显然是一个叫理想主义。他说然而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约束，有些可以克服，有些则无法改变。因此他说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最小政府主义者。但我主张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尽可能的减少监管。实际上这也是我竞选期间所宣传的内容。现在正在实践中，我们刚刚完成了阿根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这个改革的规模是历史上前最大改革，就是他以前这个叫梅内姆时代的改革的8倍，而我们是在仅有15%的众议员和10%的参议员支持下完成的。米莱说他说我们设立了一个去监管部，基本上每天都会废除1到5项监管条例。你比较一下，你说我们这个村里面是不是累死累活都累成狗了，周六周日还得开会，还得找外资开会，越累越忙，市场越乱，不能不反思他说等我们完成所有这些改革后，阿根廷将成为全球最自由的国家，这将显著提高人民的福祉。试想一下，爱尔兰开始市场改革时是欧洲最贫穷的
的国家，如今其人均 GDP 比美国高出50%。所以我目前的立场是，我们正朝着理想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世界迈进，每天都在争取更多的自由。相比较而言啊，有些政府啊那是管得太多，管得太细。第二个，关于总统职位与改革，记者问他说，你在11个月前成为总统，能否描述一下你采取的部分措施？他说，例如啊，你削减了一半的政府部门，裁员，取消价格管制，说能否概述一下你的初步措施以及下一步计划？这个米莱说啊，在我们刚上任时，也就是去年12月的第一周，通货膨胀率以每天1%的速度增长，去化率、年化率达到3700%，也是涨37倍啊。12月上半月，这个速度又加快到年化7500%，同月的通货膨胀率高达54%，年化相当于17000%通货膨胀率。他说，此外，阿根廷在过去10年间经济一直没有增长，人均 GDP 下降了约15%，几乎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这个就是米莱上任的时候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阿根廷已经这样了。他说，我们面对现实是财政赤字占 GDP 的15%，其中5%来自财政部，10%来自中央银行，这是内生性的货币发行导致的。他说，此外，中央银行的计息负债相当于4倍的货币基数，并且这些负债在1天内到期，这意味着货币供给在1天内可能会增加4倍。此外，以比索计价的债务到期金额高达900亿美元，中央银行的外汇净储备为负的120亿美元，还存在价值500亿美元的商业债务，以及价值100亿美元的企业分红被扣押。如果我们立即开放这些负债所代表的市场，因为我们是自由主义者，但不是自由傻瓜，像一些无政府自由主义者建议的那样，我们立即全面开放的话，结果会是超级通货膨胀。所以你看，米莱他并不是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按照中国时髦的话说啊，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如果彻底放开，贫困率会飙升至95%左右。更糟糕的是，到12月时，庇隆主义者可能会煽动超市抢劫等混乱行为，最终把我们赶下台。到来年初，庇隆主义者就会重新掌权。因此，对我们来说，消除财政赤字至关重要。就是贫困率啊上升到95%，那整个阿根廷的社会就会产生动乱，就这个意思。然后米莱恐怕又得下台，那一切又回到老路上。所以这个米莱说啊，他减少政府的赤字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竞选期间承诺减少政府部门数量，我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将原来的部门减少了一半以下。我们设立了9个部门，现在减少了8个，同时我们裁减了大量政府雇员。截至目前，我们已经解雇了大约5万名公务员，几乎不再续签任何合同，除非这些职位绝对必要。与此同时，我们停止了公共工程项目，取消了对各省的任意转移支付。这个正好跟印度啊反过来了，对吧？印度这个公共工程项目那是化债资金一到，立马这个马路又被翻开了。转移支付那是转移到东北，东北转移到三亚。米莱说啊，他说我们还调整了公共部门的工资，恢复了公共事业费的真实水平，从而取消了经济补贴。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实现了财政平衡，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过去的123年中，阿根廷有113年出现了财政赤字，而没有赤字的10年是因为当时没有支付债务，因此并不是真正的平衡。有人告诉我们说这种调整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认为每年最多只能调整1个百分点，而我们在上任的第1月内就实现了财政平衡。他说，同时啊，我们取消了与中介相关的社会援助计划。他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进行一项非常艰难的调整，而这在社会层面上会带来阵痛。我们必须在执政的第1个季度或第2个季度提供一定的支持措施。为此，我们取消了所谓的贫困管理者的中介机制，也就是说啊，援助不再通过中间人分发，而是直接到达受益者中啊。用我们中国啊时髦的话说啊，流行的一句话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看就是这么精辟啊。而这些中介过去从援助资金中抽出了1半的金额，通过取消这项机制，我们阻止了这种剥削行为。同样金额的资金
受益者现在可以获得2倍的资源。再想一想，对吧？咱们这种各种这种什么援助基金啊，什么爱心基金啊，什么捐款都捐哪儿去了？米莱给出了答案，所以他把这些中间机构全部取消掉，发现这个受益的人更多。随着财政平衡的逐步实现，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发行货币来为财政融资，在偿还部分利息和资本的同时，我们开始重建债务市场。我们成功的将债务从中央银行转移到财政部，这本应是债务所在的位置，这相当于 GDP 的 10% 的调整。这一切在外界看来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我们做到了。事实上，我们已经实施了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调整，总调整幅度达到 GDP 的 15%， 其中大部分回到了人民手中，表现为更低的铸币税和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尽管我们暂时提高了某些税种，但我们在9月降低了这些税，12月份将完全取消。今天我们宣布将在12月取消进口税。与去年12月大家讨论超级通胀的情况相比，现在我们已经在谈论30年期的贷款。所有这些资源原本由国家政府掌控，现在回归到私营部门，这极大推动了经济活力。其直接影响是通货膨胀率从 54% 降至 2%， 下降了27倍。他说，此外，与其他国家的稳定计划不同，我们没有实施价格管控，没有固定汇率。你看这叫厉害啊！有些国家为了房地产，对吧？那个房价还有备案，然后有指导价，连房子的价格都给你限定。阿根廷整个的就没有价格管控。他说，许多之前的稳定计划为了快速取得成果，会先调整价格水平，再启动计划。他说，但我们没有时间进行这样的操作，因此只能在过程中逐步实施。他说，这种方法使我们通货紧缩过程更加真实和深刻。关于阿根廷的贫困人口，这个记者问米莱说，你能否解释一下贫困和失业的衡量标准？他说，如您所说，实际失业率下降了，实际贫困率也下降了，但即便如此，这些激进改革带来的最痛苦的影响是什么？为了在长期取得显著的积极影响，有多少这样的改革是必要的？这个米莱他解释他说实际上我们开始做正确的事情，并没有创造贫困。他说这些贫困是遗留下来的贫困。他说关键是我们将其真实水平展现了出来。然后米莱他举了个例子来解释阿根廷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说阿根廷的经济曾经完全受到价格管制的支配，并通过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让您有一个概念，他说去年阿根廷通过印钞为相当于 GDP 13% 的财政赤字融资，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这种状况人为的制造了需求压力，并推高了价格，而且价格管制通常是针对计入价格指数的商品实行的。换句话说虽然官方通胀数据并没有撒谎，但它被扭曲了。由于阿根廷通过收入线来衡量贫困和极端贫困，这种扭曲影响了贫困水平的真实性。真实的贫困水平比上一届政府公布的要高得多。你看，这就是统计数字的猫腻这些数字被扭曲了。他们报告贫困率为 41%， 而且每6个月才更新一次。如果趋势是持续增长的，他们实际上给你埋下一个定时炸弹，你却无法察觉，因为指标被延迟了。他说，假如你在一个孤岛上，有人给你100万美元，但你买不到任何东西，对你来说这笔钱毫无用处。这就像有人告诉你眼镜的价格是10美元，但当你试图购买它时，发现它根本不存在。然后这个米莱他又举了个例子讲了个笑话。他说有个人去杂货店问一个花瓶的价格，那顾客就问老板说这个花瓶多少钱？这个老板就说5000美元。那顾客吓一跳，5000美元为什么这么贵他说街对面的那个杂货铺人家只卖1000美元。那店老板就说了，那你去对面买他能卖1000，你跑我这来买干啥？然后那个顾客就说了对面那个店没货。老板就说了，对我们有货的时候我也卖1000美元。这个笑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价格不存在，是个虚标的，它没有货，说多少钱都没用，成交不了，不能成交，那不是扯吗？这个米莱说的非常有道理当你的货架空空荡荡的时候，你标个价格有什么意义呢？对吧？这些价格并不能让你买到任何东西因为你想买东西吃买东西用这价格标的很便宜，但没东西。这个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对吧？这个60、70年代，也就是咱们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那东西是便宜但是你买不到，所以凭票供应给你粮票、米票、布票、豆腐票、猪肉票，就像现在的俄罗斯一样，
马上就实行平票供应。哎，你看价格不贵有什么用呢？你看道理就这么简单啊。这个米莱说啊，他说如果我们维持原状，大家会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挨饿。他说他们可能有一笔钱，按道理啊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但这些商品根本不存在。拯救这些人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价格透明化，使商品重新出现。然而但价格透明化时，基本食品栏的成本和贫困线成本也会变得透明，这会导致贫困率的统计数据出现显著上升。透明化后，贫困率达到 57%。这个米莱就很好的解释了啊，上一届政府啊，这个贫困率只有 41%， 等他这个把价格一透明之后，贫困率达到 57%还在上升，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以前的数字虚了，他把所有的价格给你压低，收入没有变，你的食品价格很便宜，所以你那个就不够贫困呢，贫困率就低啊。但实际上米莱说，你按这个价格你就买不到东西，那价格都是假的。但你能买到东西的时候，那价格已经涨上去了，那价格就是成本涨了，但你的收入没有涨，所以贫困率就会增加，就这个道理啊。他说阿根廷的经济活动在4月触底，从那时起，阿根廷开始了周期性复苏，实际工资每个月的增长超过了通胀率，因此名义工资正在战胜通胀。事实上，目前的工资水平已经接近去年的11月，同时养老金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说犹如库存周期的复苏，经济活动也出现反弹，这也促进了更多更高薪的就业机会。事实上，非正式部门的工资增长最为明显，这意味着贫困和极端贫困的减少速度比我们预期要更快，而且通过消除通胀，他们还取消了通胀税。然而财政赤字才是最大的实际，占 GDP 的 15%。 他说我们暂时提高了某种税种，但后来又降低了这些税，并将更多资源返还给阿根廷人民。这个跟维欧老师主张完全相反呢。维欧老师主张那个大头，对吧，放在别的地方，就把我们的钱呢放在大头那儿。哎，阿根廷这个米莱啊说把更多的资源返还给阿根廷人民，这个正好是反过来。他说我们返还了相当于 GDP 15%的资源。他说不仅如此，随着通胀的消除，相对价格的扭曲也得到了纠正，因此资源分配效率大幅提高。此外，通过我们进行的大规模财政调整，国家风险从3000基点降到了770。他说这意味着国家风险和利率的下降，同时也带来了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换句话说啊，目前阿根廷经济正处于绝对繁荣的阶段。他说那么如何在长期内维持这一趋势呢？他通过我们每天都在执行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持续解除对阿根廷人民的压制性措施，使他们摆脱过去100年来的负担。这个米莱的这个解释啊，还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懂的。第4个呢，关于腐败，这个记者问他啊，他说当我们上任时，这个米莱自己说啊，他说每年大约有900次道路封锁，这些是一些人呢通过封锁道路来阻止。此外，他们还从政府那里获得社会援助和大量金钱。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通过改革削减了这些贫困中介，也就是把那些中间商的去掉了。然后这些中间商因为没有利益了，所以他反而组织那些人去堵路、去游行示威，煽动那些底层的人。米莱说啊，在我们实施这些改革后，仅2天内，一位非常有名、影响力巨大的街头抗议领袖就号召了一场示威。他声称会有5万人参加，但其实他预计会有10万人，因此希望把示威展示成一场成功。然而，随着我们在人力资源部削减他们的资金，我们也启动了反封锁协议，规定那些封锁街道的人将失去社会福利，如果他们触犯法律，他们将被逮捕。你看看啊，米莱就3招啊。第1招就给这些中介把你钱压到最低，不给你钱了，这些街头示威的领袖啊。第2个，如果你不上班，你跑到街头示威，那你政府给你发的福利统统取消。第3个，你要示威的话，你按照法律来，你要示威的过程中违法，把你抓起来，就是你堵路影响了这个秩序，要抓人。通过这3招啊，米莱说啊，在那次示威中，他们原本预期会有10万人，实际却有3000人。从那以后，街道再也没有被封锁过。你看看，这就是充分的体现了制造问题的人啊，就是解决问题的人，这个叫釜底抽薪呐。他说另一个导致大量腐败的领域是公共工程，像各省的任意
资金转移也是一个重大腐败来源。通常这些资金通过最不透明的方式被转移，国家政府与地方省长之间共谋，使这些资金被挪作他用。例如，有一座城市的残疾人津贴数量比该城市的人口还多，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阿根廷的腐败问题。于是我们恢复了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我们的政府不对司法系统施压。每一次取消监狱监管政策，实际上都意味着剥夺了政客、特权企业或权力垄断的权力集团的特权。你反过来说，就是为什么婆罗门喜欢监管的理由啊，原因呢？说媒体、社交媒体也是一个深度腐败领域，他们希望垄断麦克风，于是我们取消了官方广告的投入。自由主义者却认为推特让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剥夺了记者对麦克风的垄断权，同时也剥夺了媒体通过敲诈获得的经济利益。他说，阅读阿根廷的报纸时，你会发现85%的内容是谎言。那这个也不算厉害啊，印度那可是遥遥领先呢。印度的媒体啊，他的报纸啊，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的可能都是假的。说绝大多数记者都是骗子、诽谤者和诬告者。他如果这些人重新掌控舆论，他们肯定会继续用金钱换取沉默，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本质。说敲诈者、小偷、腐败分子。他说，而当你剥夺了一个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当然会感到愤怒，但这就是自由的意义所在所以米莱人家把国家什么电视台、国家的媒体都解散了，你就自谋出路，市场化，就是政府不再出钱买掌声，政府不再出钱给这些媒体做广告不再给他们拨款以换取他们的赞美这就是米莱说的。然后这个米莱还对这个马斯克进行评价他说马斯克不懈地为言论自由而战，他用自己的资源和平台确保信息的自由流通，挑战那些试图通过审查控制公众舆论的权力机构。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言论自由是所有其他自由的基石。正如我们在阿根廷斗争中看到的那样，控制信息的人往往会滥用权力，而马斯克正在用行动证明这种控制是可以被打破的。他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自由的革命。他让人们能够畅所欲言，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再被少数人控制的媒体审查所压制。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改变。他赋予了普通人权利，让他们可以平等地参与到全球的对话中。他说马斯克是一个无畏的战士，一个富有远见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在推动人类社会向更自由、更公正的方向发展。他的努力不仅激励了我，也激励了无数人相信自由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个米莱还对那个狗狗币做出这个评论他认为狗狗币和其他加密货币不仅仅是一种投机工具，它们还代表着一种自由的象征，一种突破传统货币体系的可能性。他说，尽管加密货币目前面临许多障碍，但它们的潜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追求经济自由和个人主权方面。关于这个特朗普这个米莱说特朗普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在总统任期内展示了自由经济和市场导向政策的强大效果。通过减税、放松监管、推动自由市场改革，他在短时间内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成功地将美国从经济衰退中带回正轨。他说，特朗普也带来了许多争议，尤其是在外交和移民政策方面。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对外界的强硬态度虽然得到了部分美国选民的支持，但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满和批评。他然而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他的某些政策促进了美国主权和经济自由，减少了对国际组织和全球化趋势的依赖。他说，总的来说特朗普是一个典型的反建制人物，他通过打破传统政治体系来推动改革。虽然他并非完美无缺，但他在经济政策方面创新性措施无疑为美国带来重要的成果，而且他的政治风格和领导方式也提醒我们，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保护国家利益和捍卫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你看看米莱对马斯克和特朗普的评价不太一样。米莱对马斯克的评价呢，就是敬仰，都是溢美之词但是你看对特朗普，你看有表扬的部分，也有这个委婉的就是这种不认可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对特朗普并不是就是全
全部都是认同。最后说到这个自由市场，米莱说啊，我认为自由市场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因为它是基于信息的流动和自愿交换的原则，与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相比，市场自身更能调节资源配置，实现社会的最优经济状态。在现实中啊，我们看到许多政府仍然过度干预市场，实施价格管制、补贴、税收等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扭曲了市场的运作，还降低了市场效率，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自由。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推动更多的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以上这个内容就是米莱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这个米莱啊，上任1年多一点的时间，阿根廷可以说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舆论呢，对阿根廷恐怕就是担忧的更多，认为他这个休克疗法呀，恐怕要出问题。但是随着这1年来啊，这个阿根廷取得的这喜人的成果啊，有很多事情呢，已经看到这个苗头了，有一定的眉目。所以这个大家对阿根廷是越来越认可，对吧？米莱对阿根廷的政府啊，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简人员结构，阿根廷常年这个财政赤字啊和通货膨胀进行了这个卓有成效的改善。但是啊，我觉得阿根廷的这个前途啊，还是任重道远。也就是说，你现在不能说他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说他已经成功了。这个米莱改革的成功还是失败，还要看未来这1-2年阿根廷的经济能不能进一步腾飞。我觉得啊，米莱现在所做的是一场大型的这个社会经济的一种叫试验。但是至少从阿根廷市来看，那资本还是用脚投票的。阿根廷的股指涨了170%啊，那也就是说资本还是看好的。所以这个阿根廷未来究竟会如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它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样板，指明了方向。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